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行走泰國曼谷。今集帶大家嚟到岑坪批發市場。個人每次去曼谷都會必到嘅地方啊，因為真係有好多10匹起跳嘅貨品。基本上你買12件起，其實就已經有10匹嘅批發價㗎啦。咁其實講緊都係120匹啫，就會有10件嘅貨品。由於我有唔少嘅朋友，當中亦都會有老師，所以我每次都會買到好多貼紙啊、首飾啊、文具啊、啲用於 DIY 嘅配飾啊、公仔啊、鎖匙扣啊等等，全部都係10匹。其實佢除咗平之外呢，佢都係好緊貼潮流㗎。所以如果你今日去，你唔買嘅話，下個月已經可能冇呢一啲款㗎啦。原因係其實有好多泰國嘅商家呢，都係喺呢一度批發，再攞去零售咁樣賣嘅。所以佢呢一度買10匹。出到去嘅街邊就會係20匹，一啲嘅夜市會賣到30啊、40啊，有一啲鋪頭會賣到去60啊、70匹咁樣嘅，所以佢換款會換得係好快嘅。例如我之前買過一啲 Care Bear 啊、Snoopy 啊嘅頭飾啊，其實再隔咗4個禮拜到去，朋友已經買唔返㗎。而耳環啊、首飾、頭飾區呢，永遠都係最多本地人喺嗰度掃貨嘅。但係如果你想揾服飾呢，呢一度就唔啱你啦。服飾就要去返水門街。有個 tips 俾大家，可能唔係好多人知。其實佢岑坪係有分早市同埋夜市，亦都可以話係通宵嘅市場嘅。而家你眼見嘅鋪頭呢，都係早市會開嘅，時間大約係8點到3點左右，佢就會開始閂門㗎啦。大概去到4、5點度，咁全部都會差唔多閂晒門㗎啦。佢有個夜市，可以話係通宵嘅市場啊。大概係會由11點深夜開始，到第二朝，你要預佢可能5點左右啦。咁佢呢一條街呢，部分嘅鋪頭會開嘅，但係佢大街呢一度呢，會開滿晒檔攤㗎，所以係好熱鬧，同埋都一樣係好多嘢行嘅。咁要留意佢都係批發為主。咁首飾嗰啲通常都係12件起就10匹啦。咁有啲公仔可能係60、70匹、70、80匹，但係就3件起就已經係批發價㗎啦。最大嘅好處就係唔使熱，唔使曬。我去過一次咁多啫，我都係近期發現真係好好行，而且又有嘢食啦。不過唯一就係佢開得好夜。如果你住附近呢，就好正啦，行完就可以返去酒店。我嚟緊都會再去一次夜市，各位有興趣，下面留言話俾我聽，我下次再實地行個夜市俾大家睇。交通嘅方式最好就係搭 MRT 去到乜屈幹站，經過一條海味街街市，
再經過中國城又話啦，就會見到呢一條好長好長嘅批發街㗎啦。當然你可以搭的士嚟嘅，如果你係早上嘅話呢，都可以嘅。但係如果你晏晝或者係下晝呢，你要預咗佢會好塞車，所以我個人就唔係咁建議嘅，最好都係搭返 MRT。而另外，如果你識得搭巴士嘅話呢，亦都可以搭巴士25號 E10嘅。如果你時間唔多，想集中咁樣玩呢，我建議嚟岑坪之後再去中國城，尤其是係中國城嘅夜晚，都可以打到好多卡啦，同埋有好多好食嘅嘢，同埋街邊檔呢會大概你預6點鐘左右就會開始陸續開鋪㗎啦。咁可以一次過玩晒啦。如果你對中國城冇興趣，咁你可以行完岑坪，咁就再去岑蔭啦，又或者去史弄啦，又或者去亞述都得嘅。因為佢一條 MRT 呢，其實好快已經去到呢啲地方㗎啦。如果你有任何行程規劃嘅疑問，點樣排次序先會好啲？又或者時間點樣安排呢？都可以下面留言話俾我聽。有樣嘢想提返大家，就係佢呢度收現金多。如果唔係，你就要用泰國嗰啲 QR code 啊、scan 啊嗰啲咁。所以要帶足現金。同埋呢，其實呢度唔使講價嘅，基本上佢有標價。譬如好似10匹嗰啲呢，你老實講，你買100件都係10匹嘅啦，因為都真係好平，就唔需要再同佢講價啦。所以都買得好輕鬆、好自在嘅。唔知各位觀眾有冇嚟過呢？如果有嘅話，下邊留言話俾我聽，有啲乜嘢你係特別推介，或者有冇啲咩 tips 俾大家？而唔知又有冇觀眾嚟過通宵嗰個夜市啊？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呢類實地步行嘅影片，記得要幫手俾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行走泰國曼谷。你哋每一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攝更多內容嘅動力嚟㗎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受滑跌級。รถแขนหลังนะครับวางขานะครับ
าวกันเถอะ